一般小朋友的乳齿虽然只有5档至10档的寿命，不过无照顾好，恐惊会影响未来数十档恒牙齿列加颚骨的稳定加健康。因此，基于医学中心依照专人照护的概念，成立儿童齿科，希望提升儿童口腔的照护。乳牙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占了多长的时间呢？我们印象当中，小朋友可能差不多半岁，或者7、8个月开始画喙齿嘛，那画喙齿当时哇呢，印象中是觉得好像大班有些人就开始掉门牙，小1的时候会掉一些前面的牙齿，但是真的要把整套乳牙20颗全部换完的时间点，大部分都会落在6年级，12岁，慢的人还有到国1都还没掉完的牙齿。那在这段期间当中，其实孩子生长的精华时段。整个国小阶段啊，包含整个幼稚园，他每天的营养、讲话、发音、构音，咀嚼、吞咽，跟人家交朋友也要微笑嘛，那这个过程当中，乳牙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。那如果你说我觉得5岁的时候看到蛀牙，你就想着，这个8年后会掉，我就不管了。如果有个执政者说8年后要政党轮替，都不关我的事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投给他？所以我们是希望孩子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一定要照顾好他的乳牙。乳牙如果顾不好，比较轻的话是顶多蛀个牙，然后发炎、疼痛，有时候普朗化脓都还好。但是很少数的 case 比较严重的情节是，它可能会往头颅骨、往头颈部去感染，变成一些像蜂窝性组织炎。那甚至就会比较有到甚至要住院比较危及生命的情况。基于病院儿童齿科强调，宝贝囡仔的乳牙，除了提供囡仔适当的治疗选择，包括蛀齿的预防、治疗、到外伤的处理，甚至混合齿列空间的维持，加早期的矫正配合。另外，在个行为管理方面，嘛以增加正面的态度，减少囡仔惊就医的困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